各位家長你哋好啊，又係我 Leo Sir 啊嚇，咁之前咧應承咗啲家長咧就話咧會 post 一啲咧叩門信嘅樣本咧就上網上面喎，咁咧就一路都旺角分校咧喺度裝修緊啦，咁就好忙啦，咁同埋咧深圳嗰邊咧有啲工作要做，咁所以咧到今日咧先至有時間咧就 post 上網啦。咁我唔單止 post 封信上網啦，post 封信上網就大把人都做到啦，喺網上面都有好多樣本噶啦。咁但係咧就想借助呢個機會咧，借助我寫嘅呢個 Demo One 第一個範例1咧，同大家介紹下究竟一個叩門信咧應該有啲乜嘢嘅元素喺入面咧，先至會係最好啊嚇。嗱，其實咧首先寫一封叩門信嘅時候咧，家長請留意一樣嘢，就唔好下下咧都跟足人哋啲樣本咧，就走去寫足入面嘅資料啊。因為咧其實嗰啲開頭結尾咧下下都一樣咧，咁校長都睇到厭啦，係咪先？咁反而咧我自己覺得啦，嗱最重要係第二段㗎。咁不過咧我先由第一段慢慢逐段開始講起先啦。譬如睇下我哋嘅第一段先啦，見唔見粉紅色咧？我 highlight 嘅部分啊，an all-round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' potential。嗱呢一度咧，其實咧好緊要嘅，點解咧？其實你要話俾人聽點解扣呢一間學校咧，首先第一個重點必須要借助一句嘅句子，簡簡單單介紹一下你主要揀呢間學校嘅原因。咁當然啦，家長喺抄襲呢一封信嘅時候請留意啦 ，because of 後面咧應該用一啲名詞或者係一啲 noun phrase 先至 OK 㗎，就唔好成句 SVO 句子咧就擺咗落去。咁跟住咧後面黃色 highlight 嘅部分咧，家長都留意啦。你寫完揀呢間學校嘅主要原因之後咧，你要再用2至3句咧，就詳寫翻你叩門學校入面咧嘅一啲 selling point。究竟點解你要叩門叩呢一間學校咧？咁你要詳細睇翻咧每一間學校佢本身各自嘅賣點啦，就唔好咧搬字過紙，每篇都寫到千篇一律啦。學校咧見到自己咧嘅 selling points 根本就唔係呢啲嘅時候咧，咁基本上呢封信都應該石沉大海㗎啦。咁同時間咧留意下第一段嘅另外一個 highlight 嘅部分，黃色 highlight 嘅部分。咁你見到我寫咗一句嘅，我就話咧小朋友同我哋咧一齊去咗咧呢個 open day。Leo 即係咧呢度入面個範例嘅小朋友啦。And we are also impressed by OK， 留意呢一度啦。How students perform well， 你要講翻咧究竟你喺個開放日入面見到啲小朋友點樣吸引你嘅眼球，點解作出呢一個選擇同埋決定啦。咁而第二段點解我話最重要咧？喺我個粉紅色 highlight 嘅部分入面咧，其實就顯示咗咧家長嘅施教理念啦。咁你可以用2至3句講翻，你究竟為咗升小學，你準備咗啲乜嘢咧？咁樣你點樣教導你嘅小朋友咧？同埋點樣 upgrade 小朋友嘅一啲能力咧？咁呢一度咧你可以留意翻。咁呢度咧我就做咗個範例嘅，呢個係我不嬲都好認同嘅一個教學理念啦，就係 gamification， 一個遊戲化嘅理念，就係將學習咧同埋活動啦、學習嘅環境啦、教育嘅環境咧，孕育喺一個咧遊戲活動上面。例如之前我推介家長買嘅一副遊戲啦 Quadrillion 啊，係咪啊？咁你可以咧寫翻你嘅教育理念啊、施教理念，加啲範例落去，一啲具體嘅例子落去咁起碼睇封信嘅時候咧，令嗰個老師嘅感覺或者校長嘅感覺啦，呢封信咧唔係純粹得網上面嘅 sample 嘅喎，原來真係有啲個人嘅見解嘅喎。咁除咗你嘅施教理念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交代埋咧究竟小朋友中意啲咩課外活動啦，同埋一啲課外活動點樣同學校本身嘅強項嘅有關啦，你都可以交代埋落去㗎。咁與此同時咧，結尾嗰段咧，咁家長留意下啦。咁你提供嘅電話號碼咧，因為我由成篇文嘅開頭開始咧，一路寫緊 we 嘅，唔係寫 I 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，呢一封叩門信咧，應該係父母名義出發嘅，係父親加母親嘅名義出發，表示家庭團結嘅形象啦。咁所以喺結尾方面咧，提供個 call numbers 咧，應該同時間有父親同母親嘅。咁交代父母嘅 contact 有另外一個嘅原因啦。點解要同時間2個 contact 都要交代咧？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驚是那一個 touch wood 咧就聽漏咗個電話，或者以為 junk call 嘅時候咧，咁另外一個家庭成員都會接收到呢一個電話啊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呢一個係我比較簡單嘅第一個 sample 俾家長嘅建議，你哋可以點樣去寫一封叩門信啦。
咁如果稍後咧，我見嗰啲點讚反應好啊，或者係好多人都想繼續我去提供更加多嘅範例咧，咁我會繼續拍片同埋繼續寫一啲嘅 demo lecture 俾各位家長㗎。到時再見。